今年係第20年啦，由我哋初開始啦，就喺香門開始嘅，20年前喺香門連得20個人啫，直至到依家啦，我哋100幾人，就呢10幾年嚟咧，我就都介紹咗好多阿鋭入去電氣工會。咁依家咧，我諗我哋電氣工會咧都有100幾200人。我諗全美國咧，波士咧最多係阿鋭嘅喺電氣公司。除咗之外咧，我諗邊個能夠多過我哋咧？嗰笪地方係夏威夷。所以咧今年20年啦，希望咧將來我哋25年至30年，我再請各位聚一齊。我哋開始做嗰陣時咧，因為咧依家做工啊，大家阿鋭啲人咧冇機會同大家傾偈，因為做工好忙，所以我搞呢個春宴咧1年1度啦，等大家我啲阿鋭啲人咧可以大家交通下，知道邊個喺度。所以咧，我祝你各位成年好運。我咧由1969年入咗呢個工會啦，至到依家咧約54年、55年㗎啦。咁咧，我依家由我入到至依家咧，我第一個中國人入去工會咧，直到依家咧，我諗已經好多㗎啦。OK， 多謝各位。